卖寮有一位青年农民叫做廖家祥，本地是伫个科技业咧食头路，等下到故乡来接触内底五母田，来提升着五母的品质，拼外销市场，嘛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着这项的作物。卖寮因为天气甲土质适合种五母，早期有真侪人伫种，外销去日本。即马虽然讲因为国际市场的改变，种的人有较少，不过依然有少年人愿意倒来接手。你听偌久啊？5年了吧，一开始就较无熟啊，甲会做久，看因安怎用，就较会熟手啊。伫台种五母的老农友廖永富，因过甲农友契作的面积上至超过50家，因的品质真正比其他的所在较好。因为阮遮品白寮乡的品质吼低，有适合种无母就较沙地。讲到卖寮，头一个互人想到就是海产，若无就蒜头等等的农产品。在地人希望讲，经过少年一代拍拼了后，和这个五母会使互更较侪人熟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